喂，bro，點解你次次禱告都咁 work 嘅？好似你所有禱告嘅願望都達成咗，明明我都有禱告，點解我嘅禱告就冇達成過呢？咁你有冇為咗你禱告嘅願望採取行動啊？冇啊！啲人成日都話禱告之後就交託俾神啊嘛，咁我咪全部交託俾神咯，仲要做嘢嘅咩？禱告完梗係要為咗目標行動啦，例如我想考試高分，我每日禱告完都好努力溫書操卷㗎。禱告同唔禱告都要努力讀書做 paper， 咁點解仲要禱告？有咩分別呢？係禱唔禱告都要努力讀書，但係禱告係同神稟告你嘅願望啊，神就會喺你做咗嘅基礎上幫你興起神蹟，彌補你嘅不足。你睇下聖經，摩西可以分到紅海，都係班以色列人首先離開咗埃及，去到海邊，神先幫手興起分紅海嘅神蹟，等佢哋脫離埃及敵人嘅追趕。相反，如果齋禱告唔做嘢，咁神都幫唔到你，或者冇禱告齋做嘢，咁你就淨係可以靠自己解決問題。原來係咁，所以相信神嘅人都唔可以望天打卦，要實際去做嘢，願望先可以實現。Exactly， 你睇下成本聖經就會發現，就算神已經企喺先知耶穌呢邊，佢哋都係要出盡全力，神先係佢哋能力之上，再彌補佢哋做唔到嘅部分，等佢哋期盼嘅事成就。要成功，咁禱告同埋行動就都要做足。